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体雄，台语安尼写体雄，话很多，爱说话，但是拢是闲扯淡，拢是讲一寡有诶无诶、无关紧要的代志。有真侪时阵，体雄是咧闲聊话家常。隔壁的阿送甲阿姆过来阮兜找阿母体雄咯。恁顾体雄无同碗伫，拢已经饭冷菜冷咯。伊退休了后无代志做，上爱四界找朋友，猛泡茶，猛体雄。伊真够体雄，无论甲啥物人，拢会当提一篇大篇。嘛因为伊真够体雄，所以只要有伊出现的所在，拢袂冷场。体雄的体，伊真爱体，阁真兴体，总是一日体无停。但是讲话阁会家己提吐，有影是大志阁兴体。体雄的雄参雄，这件代志非同小可，大家听好参雄，上好是当面好好啊参雄了后，才做决定。今仔日的台语字体雄实在真趣味。